我又再一次有生意都唔做啦，冇錯，我又叫個客人唔好將份保單轉過嚟跟我買。其實過去有好多客人都因為保費加價嘅關係，或者變咗做孤兒單，就想 cut 咗舊嘅保單，重新揾我買過。我係開心嘅，因為大家會主動揾我，但唔係話轉就轉，轉咗未必係好事。最近就有一位客人做身體檢查嘅時候就發現頸嘅位置有粒結節，咁醫生係話好小事嘅，就算係良性都好啦。如果呢個時候重新去買一份醫療保險呢，其實已經會構成一個不保事項。同樣嘅事已經發生過好多次，好多廿幾歲年輕嘅客人咧都有同樣嘅問題。可能大家覺得係小事，但已經係不保，甚至乎加 loading。所以原先有份保單嘅話，如果保障範圍係 update 嘅，加上有完整保障嘅情況下咧，唔建議咁樣轉過嚟，因為咁樣對個客嚟講係唔着數。其實我入行第一年嘅時候咧，都跟進過類似嘅 case，因為不保事項唔一定跟足一世。我幫客人跟進咗佢喺其他公司嘅保單，足足3年嘅時間，先正式轉到過嚟。最後客人咧都有一個完整嘅醫療保障啦。有客人笑我係幫公司倒米，有錢都唔賺。但我相信咁樣先係做得專業同長遠，同埋認真。大家一定要趁你條件許可、身體健康嘅時候，完善你嘅保障，醫療保險同危疾保險都一定要做足啊！